即是礼拜即要开始，请朋友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关成叮当。走吧。就互基督的道理，以感恩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口劝，对稳定伫心内，用喙言侮辱上帝。即是来用信息72首，侮辱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
所，让你被从这里的主宰，我心也所地道，上帝就是这样，那就主，以对信心到爱，以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以温柔的道理来信号，一定是一个喜爱中的人物，第三一定是想要有话，就是你，那这里在你的兄弟话语，以被力量来信号来开始来，我信信心，我信心，我们爱的信和相同，最下面有被我话，因为我命，阿门。请坐。这是献文第16篇，献文第16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伊的道路。上帝啊，愿地方无努力，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地方。上帝啊，愿地方无努力，愿伊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只是暗后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阮、更新阮，请拍开阮心里的耳孔，互阮会听到你的声音，并按你的话语来行，保守阮行伫你的旨意中，帮助阮调整脚步，袂行伫你为阮而万的道路上。今仔日，搁进一步掌管阮的生命。我要将阮的软弱、约翰、甲缺点，拢交互你。我求你，让你的能力伫软弱阮的身上变得完全。恳求你，伫阮的内面，也帮助阮，养伫你的内面。愿主伫阮的生命来人工，透过阮来塑立别人的生命，去扶持、跋倒以及受欺压的人。去带领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神你的救恩的大能。现在，阮用主祷文来祈祷。阮的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意亲像伫天。阮的日时，会来互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你所按的日时，就叫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力、民国拢是所有，大家都清楚。阿门。这是献归圣经《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我神节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做开景的厝，就有火分开的井出现互因看。
亲像火一吊伫家人的头顶，因拢是信心充满，才开嘴讲卖话张口，是照信心所修事因讲的。乌鲁，请请大队，因今仔要乌鲁的诗歌是就着古顺节秘籍，因诗说按像本堂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信灵充满。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当互咱伫今仔日，咱来守圣餐，咱有圣礼典来甲主来同齐到，特别伫疫情遮尔复杂的过程中，咱会当透过咱伫主日的礼拜来敬拜主，学了上帝。今仔日嘛真特别，到教会日，教会日，教会日。今仔拄啊好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在内面，咱就会当来体会圣神当当时伫初代教会降临的时阵，迄款的状态是怎样？我相信圣神充满这件事，对你我来讲，可能做青分吼，有拄时啊透过咱看其他的教会，还是讲咱看伫网络顶悬的做无共款的影片，
有信心充满的迄个过程，或者较你会真惊吓太安尼。信心充满要安怎展现，毋是咱会当控制，所以你就会当知影，咱知影讲迄个信心充满的感动是啥物。要透过今仔日咱来分享，要开始进行以前，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哈利路亚！我感谢主要上帝，你予阮有好的天气。虽然阮知影即阵的时阵是雨水的时期，你帮助阮兄弟姊妹拄啊经过即个百粽节的过程，予阮会当看到阮伫台湾生存的所在，伊原遭有着侪即个危险的时刻，总是主阮感谢你，予阮会当降低甲迄个危险。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毋是有得到即个病症，阮伫遮拢献上阮的感谢。伫困苦的中间，阮爱搁较来天朝主；伫患难的中间，阮搁较爱彼此来代祷，互相来关心。感谢天父上帝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来领受信心的运行伫阮的中间。阮相信信心即时就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搁较认捌主上帝你的教示，体会经历到每一位兄弟姊妹无相款信心感动的经验，互阮会当伫遮来应光上帝的名。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信心充满，我相信信心充满会有气力。会有动力，迄款动力讲对咱就是啥？就是有风，咱会当体会迄个风的力量，这3礼拜拄啊好，咱对即个医疗真理咧讲信心是啥物？讲到一个属灵的人，讲到一个咱今仔日拄啊好是信心降临节，信心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就会做出其他希望上帝国的福音的过程，我相信这是真重要。我无要阁讲咱张老总对信心的看法是啥物，因为我感觉这是咱个人甲上帝迄个关系，所以牧师嘛真期待，甲个人甲咱群体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来感受到迄个信心充满的感动。迄个感动，无得确是你真安静来看上帝的话，你以前无熟悉、无认捌的、毋知影的，拢透过信心的充满，帮助咱突然你了解，突然你拄到即个答案。我说这是人生无共款，每一桩人生的过程，对细汉互信心充满的感动，一直到咱年长互信心充满的感动，是无共款的。程度甲即个康展，所以愿主来赐福嘛，帮助咱会当去体会经验迄个信心充满的感动。伫遐，咱用诗歌，咱用祈祷，咱用行动，伫遮来表现信心充满。今仔日是信心降临节，所以牧师伫遮来甲兄弟姊妹伫遮来分享啦吼。信心降临节嘛叫做啥？敢知？有人知无？大声报名，五旬节好，来，是毋是对吼？五旬节，五旬是啥？几工？30天、40天、60天，5工，来看卖是毋是？50天，好，过来，搁一个题目，但是啥物时间过了后的50天？有人知无？我听者，啥物？换过节还阁有无？阁偌济哦。来，咱看答案。对，换过节。好，过了后的50天，所以咱知影吼，五旬节就是犹太人因收割麦仔的节日。这犹太人因伫遐亲工作伫遐亲生活吼，所以其实吼，即个五旬节。也是讲花过节，拢是甲农业有关的节日，所以信心降临节也是初代教会诞生的日子。咱今仔日所看的经节，就是迄个初代教会拄仔要成立迄个教会
圣神降临的迄个时阵哦，所以教会诞生啊，感谢主，因为伫即天圣神降临。当时共款组织的兄弟姊妹拢得到圣神的充满，哦，所以这是形容啦，一款的形容，安怎形容？咱今仔日看到经节内面，安怎？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咧吹，这拢是能力哦，气力哦。咱看圣经内面有讲着，哦，所以因开始，因会讲无共款的相谈吼，因为这腔口无共款。开始咧讲，这圣神降临，啊，搁安怎头壳顶着火的感觉，当然迄是描述，但是咱会当去想象头壳顶着火迄款的感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教会会当一直活顶的这个时间，也是讲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咱渐渐，咱要来体会到迄款教会经历大复兴的迄个过程。当然，更较需要侪的同工愿意即个委身啊、委身吼，愿意投入伫每一项事工内面。我感觉这是咱的教会要进步的即个过程。吼，爱真紧，也是真慢，由圣神来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想、去体会、去经历。所以这真重要，即个过程。所以今仔日圣神降临伫咱的教会内面。咱会当有啥物款的表现，也是讲咱会当有几点来分享有关圣神充满的几件代志。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这就是一百度，互咱去感受着迄个圣神来带领帮助咱会当醒悟，会当去体会、去了解上帝的旨意，帮助咱伫生活内面过得更较舒适。头一点，咱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的，圣神充满所带来的功能是啥物？咱来看，咱来听，咱来经验，迄个圣神充满。头一点，咱兄弟姊妹分享的是，会当互人为着罪来责备家己。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互咱人为着即个罪来责备家己。有一个贼仔，伊信主了后，无拍算，伊佫犯罪啊，佫伊共偷摕所以伊偷摕了后开始袂困的哦。伊去甲人偷摕，即个贼仔信主袂困，就请教牧师，伊讲牧师安尼要安怎？牧师就问你讲，问即个贼仔讲，你以前敢会安尼即个镜头？伊讲袂呢。以前愈偷摕愈济愈好困呢。牧师讲这对啊，这就是证明一件代志，圣神伫你的心内面有动工啊，有做工啊，所以你会安怎？你会困袂去，你会反省，你会知影做，所以佫一遍带领即个贼仔伫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主的保护，佫一遍洗净。甲即个馒头店的头家伫遐偷摕物件，即个头家伫遐来认罪，来赔偿，来赔偿。所以咱知影罪，看到罪互人为着罪来安怎责备家己。这就是圣神所带来的功能的影响，会当互咱知影罪，伫遐来安怎？伫遐来认罪悔改。罪是啥物？一个，咱讲做是咧写钱有无写出去了后，钱写出去了后，无着着迄个靶心写到歪哥起出迄就是罪。真简单的解说是安尼，所以会当帮助咱人若偏离上帝，无按上帝的旨意，伫遐就是罪。圣神来就是要提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提醒你我，互咱知影讲迄个罪，伫遐来自责来责备家己，来责备家己。这是头一个小点，互人为着罪，佫来是啥？为着义，为着义。咱知影，耶稣基督的死甲过活证明一件代志，伊是啥？当然，咱知影伊是上帝的囝，
伊是为着啥？为着咱，所以伊是人会讲若看，伊是义人，完全的义人。伫人会讲伊进入即个世界，所以信心特别来要互人了解，咱无得卡伫迄个过程，咱拒绝即个义人，咱拒绝耶稣所带来的后果是啥？所以这就是咱在传福音的过程。咱在做幸福小组，在传福音的过程，帮助遮个无道者，伫遐来感受到迄个耶稣基督的疼，互咱会当知影讲即个疼实在是，伊真正是一个无罪的人。我咧伫遐来反省，伫遐来思考，要甲伊安怎好的结的，透过咱咧传福音的即个过程中间，所以为着伊来责备家己。咱已经信主的人，也是常常爱伫即个过程来反省思考。除了为着做，为着伊，搁一点，为着心寒，为着心寒。咱知影魔鬼用尽一切的困难，利用有知的人，诚做伊的工具，而且在攻击，伫十字架顶攻击耶稣，这魔鬼的作为。但是最后魔鬼伫遐永远会遭遇到刑罚审判。圣神来，圣神充满，就是要搁一遍会请人，互咱发现一件真重要，就是咱有时嘛会遭遇到迄个魔鬼伫遐来攻击，伫遐来家己即个责备，伫遐毋知要安怎，伫迄个攻击的过程中，咱求主来帮助咱。所以为着做，为着义。为着审判来证明家己，圣神所充满、所带来的功能，会当帮助咱帮助咱来发现遮个。所以这是真伫今仔日咱特别牧师爱甲兄弟姊妹分享。好，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咱咧看进前，咱搁来复习一遍吼。所以就是安尼。耶稣基督搁我，咱互魔鬼利用，咱会受审判，爱注意，爱记，这可能这拢底是底，即身啦即身是魔鬼刺插弹啦而且真侪白黑诱惑侪，所以为着做，为着伊，为着审判来责备家己，迄个意思是反省，咱爱做信用的反省。这是头一点，第二小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圣神充满，带互人来改变，带互人来改变。咱来看这幅图，真特别，这毋是耶稣。安尼咱就知影这是谁啦？伊对，这是。伊讲伊无法度甲耶稣共款安尼定十字架，所以要安怎？倒定十字架。所以，众人伫迄个时代，或者耶稣的学生共款，也是讲伫迄个时代的百姓，伫当时众人的心中，会当真清楚看到，伫迄个时阵，耶稣顶十字架的时阵，发现一件事，因美的美，想的想，因的人生伫遐行路真行的时阵。大家拢真惊，当时的官府掠，所以因拢哭起来。耶稣被钉十字架迄阵因竟然拢毋敢来承认，搁较毋敢伫迄个时阵甲人讲耶稣的代志。但是真奇妙的一件事，圣神降临充满了后，无顺节的迄个时阵，因完全改变，忧愁变喜乐，惊吓变勇敢。所以我用这幅图来解说，彼得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咱会当看到彼得后来，伊互圣神充满了后，伊会安怎？伊本来迄个个性，彼得咱知影，彼得个性就真冲动嘛。啥物拢要走第一个。我毋知影是毋是有经过大脑的思考，但是伊安怎？伊就是安怎？伊就是拢冲第一个。包括安怎？包括初做耶稣的学生的时阵，行水面过。搁300问人主，
啊，搁啥？搁有侪侪或者会彼得看到耶稣，听到耶稣无伫坟墓，遐妇人人倒来甲学生讲，彼得嘛安怎走第一个？总是遮个过程中间，你有发现一件事无？伊个三摆无认主的时阵，圣神催迫有无？帮助伊讲啊，伊怎啊安怎？伊知影毋对，抱头痛哭走出去。了后无顺节，圣神降临改变因每一个学生，咱看到彼得最后伊勇敢倒顶死的是个。圣神充满带互人改变，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改变过？你对咱的信仰，你有啥物款的体会、经历、甲经验？迄个改变前后，就敢亲像我拄则讲迄个故事，迄个小偷共款，圣神催迫，圣神改变，愿主来帮助。好，过来，咱看第三小点吼，圣神充满带互人安怎快乐能力。迄个快乐能力，毋是讲哦，咱即摆咧讲哦，这个能力好强哦，这个人能力足强的，毋是。哦，是安怎？来，咱来看，咱做阵来念好无？哦，一段圣经上，来，但圣神降临伫你的心中，你就会有能力。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圣神降临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要得到迄个能力。当然，迄个能力无可能啊，有可能是迄个所谓的咱讲的超能力款的，哦，啊有可能是啥？有可能是你毋敢做的事，你讲你毋敢甲人传福音，但是圣灵充满了后，你竟然甲人会当分享你的生活、你的见证，哦，咱即个影音组吼，咱即片咱有一定有录好，即个咱有一位姊妹的见证。哦，伫过来的时间，牧师会将这个见证伫讲台顶悬，也是伫咱的小组团结，遮来分享。哦，这个姊妹的见证，哦，倒一位姊妹咱先卖个关子，哦，是无要讲。这就是啥？这就是这个信心充满帮助，这位姊妹伫迄个伊生活内面，安怎样改变，安怎样调整，安怎样挖靠住，信心降临伫恁的心上，恁就要得到能力。这真重要哦！迄个能力是啥？能力原本的意思是爆炸哦。迄个原本的意思是迄个炸药爆炸，迄个威力哦，威力迄个气力。咱知影迄个彼得3摆无认主，圣神充满了后，伊一直勇往直前，为主做见证，甚至一摆讲到有几啊千人悔改信主。所以彼得毋但伫当当时，互圣神充满了后，有讲道的气力，有医病的能力，吼，伫咧做每一件事的时阵，伊拢会谦卑家己，高举耶稣基督。这段故事的记载伫咧《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的所在，伊毋敢抢夺基督的荣耀。伊凡事一切拢归荣光互主。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生活是毋是将一切的荣光有归互主？咱有啥物款值得你的专业？哦，你所有一切，无所经期待，圣神充满了后，咱会当将这的一切的荣耀拢是归互主，会当勇敢做见证，伫你的同事、你的家庭内面。最后，牧师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哦，即个啦吼，即个就是彼得哦，的一支耶稣交托互伊的，然后因为所示的大门哦，咱即摆拢领受着，毋是干那彼得领受哦，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能力，咱领受着，愿主来帮助咱。第二大点，信心充满的条件是啥物？这是真重要，先决条件，毋是信心充满，毋是来就来啊，安尼吼，毋是咱咧看庙咧动机，安尼讲我准备好来哦，来哦，毋是吼，毋是安尼。有条件，迄个先决条件是啥物？有2点。
头一点，迄个先决条件。来，咱做伙来读是啥物？是当心合。有一句话讲啦，讲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因为人是自私，人是软正、软弱有限的，所以伫迄个状态了的情形下面，咱敢会当心合？所以，互信心就敢若线共款，将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牵无共款的个体来牵起来，来串联起来。有拄时啊，亲像团咧安尼，有拄时啊，亲像肉粽干安尼，大家拢串联起来。迄个串联的过程，同心合意的过程，真重要就是透过信心帮助咱去体会、去知影、去欣赏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定定拢会讲，即个人的缺点较济嘛，伊的缺点，但是咱若信心充满了，迄个生活的条件，咱有就是咱开始会去欣赏。伊敢若好像99%拢真歹，但是迄个1%的好伫倒位？信心充满先决条件，就互咱看到啊，互咱去体会啊。意思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咱来安怎？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咱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这是真重要。这段经节甲咱讲，迄个方法就是，咱来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这是真正爱做咱求信心来帮助咱，因为咱要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其实有拄时啊，真咱用听爱来包容人，爱来接纳人甲人中间同惊吓的，就是会批评嘛，会论断，伫即个过程了就互相排斥啦。有人开始就讲无营养的话，一句话就会当造就人、安慰人，暂时嘛会当互人挂倒。我相信兄弟姊妹拢真阿门，对毋对？一句话会当互人造就、安慰，相反一句话嘛会当互人挂倒。所以圣经顶讲，咱设置咱的志，毋通互咱的志成做魔鬼的气味。这爱注意咱设置，真正的设置。所以若安尼会当去体会，意思就是，咱有信心充满迄个条件以外，咱会当去体会、感受看到人的好。当然歹，咱爱互相用疼心，牧师定来讲，疼心讲诚实话，陪伴伊用是疼心讲是了就歹插伊，陪伴伊开解伊，亲爱的姊妹，同心合意真重要。咱呢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以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这真重要。最后一点，跟咱的姊妹分享，信心充满生活的条件，就是爱安怎？恳切祷告，时常祈祷。祈祷是咱信仰忠诚甲教会复兴的动力，这真重要。一架车伊若零件搁较好，生活的条件伊爱安怎才会当行？两款嘛，爱有啥？爱有油嘛，也是讲搁有啥？即摆有电的电车爱有电的。若无油无电，即架车搁较好，会当行袂？袂当开，会当驶。所以世界真出名的一个报道家叫做施布真，这个牧师伊形容祈祷是啥物？祈祷是教会复兴的发电机。我相信即句话咱定定听，祈祷就是教会复兴的发电机。祈祷会互人避免犯罪，互人避免迄个犯罪。一个英国的探险队，因为伊所住的粮食有限，所以伊伫咧剩真少的即个桶，伫迄个过程中啊，桶出1点仔尔。暗时啊，因咧困的时阵，发现讲，队长发现讲奇怪，有啥物款奇怪的声音安尼，伊就伫遐起来看，到底是啥物声音？伊看了，原来伊队员内面有人咧偷摕桶啦。队长看到了伊暗中开始祈祷，求信心保守，求上帝提醒即个队员偷摕迄个人咧食桶的时阵，会记咧祈祷。偷摕的时阵会记咧祈祷。所以，即个队长伊真有信心伊相信即个队员祈祷的时阵，一定袂讲安尼讲，上帝啊，我感谢你，互我偷摕人的桶来食，袂啦，一定有即个信心。所以过无偌久，即个队长看到迄个队员
佫偷偷啊将迄个桶安怎摕转去。小故事真感动啦！哦，原来迄个队长遮尔啊有信心，伊相信一件事，就是啥？祈祷。伊相信一件事，祈祷，信心甲面对遮个耶稣的核心的心上，哦，有无？因拢有啥？迄个热心，愿意顺服的心，因初代教会。因为五旬节日间圣事降临开始了后，得到大复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伫圣神降临节，搁一遍来甲主的面前反省。牧师，包括我个人，咱拢做阵，我真希望讲，咱真正会当谦卑，互圣神进入咱的心内面，嘛进入到咱的教会来充满咱，帮助咱的信仰，互咱教会会当真正得到大复兴。咱真正需要做的同工，迄个同工，我知影，我咧较咱做的兄弟姊妹拢带进伫遐来侍奉，咱嘛真需要有专职的同工，咱做阵来兴旺福音。所以，愿咱会当透过圣神的开来帮助咱，伫遮尊主做大，咱学习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咱谦卑来学习，有信心引带大领帮助咱。点到这个火热的心，咱三角按下来祈祷。天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圣神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遮被充满了后，来回应上帝你的疼。感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是来源信息333首，333首，好大，荣耀基督，请听。是咱来
伫万心来修圣餐，请咱来用信心218首吼，218首，咱一个念就好。亲爱兄弟姊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伫遮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往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你今仔着我担重担的，就来就近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了，信我的人应应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遵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咧，迄暝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空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阵，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内心伫照伊的名，咱伫遮来感谢上帝，请咱三甲来做感谢的祈祷。听阮的主上帝，即摆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差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会当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做成长伫你的恩典内面，通荣耀你的圣名。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是听，听了，听了，听了。
请咱暗暝洗礼兄弟姊妹心莫摕即个饼，咱安静来祷道理。咱若摕到即个饼的兄弟姊妹，嘛请咱安静来祷。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分我的人决断袂了，信我的人顶顶袂喙重，就分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毋知有倒一位兄弟姊妹还袂摕到这饼无？即个兄弟姊妹，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兄弟姊妹，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咱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后师顶落一环三位，咱来头前后师。咱若摕到即个杯，会当通先将即个封膜先甲裂开等待吼，咱先会当做即个动作来裂开来等待。耶稣讲，要喙担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佮讲，我伫门外敲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毋知有倒一位兄弟还袂摕到这杯无？真诶兄弟姊妹，即个杯是信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因若咱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伫地，请咱三角来做感谢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属灵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
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阵，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了后会通荣光你的名。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圣餐就到遮，主祝福。即是来奉献，咱请奉献同工。请坐。我来先介绍甲报告啦吼。即个今仔日是咱北区大专树工的即个纪念主日吼。今仔日特别咱大专有邀请蔡兄弟来到咱的中间吼，蔡家庭吼，兄弟蔡家庭弟兄来到咱的中间伫遮来做报告。咱即马先来听伊来报告吼，遮咱来关心大专的树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工作者，我叫做嘉田。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南口教会，甲大家相甲敬拜，也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向大家请安甲报告。感谢是因为有教会的支持，台北大专才会当伫过去60多年来，伫北部的大专校园来建立真侪的中心的团体，来陪伴牧友真侪学生，陪伴学生行踏这条信仰的道路。今年是我伫咧台北大专服侍的第4年，也是最后一年。伫报告学生中心的事工进程，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寡我的故事，还有感动。自细汉伫教会成长长大的我，伫教会建立真好的信仰的基础。毋过是真正到大专的中心团体的时阵，才建立对我来讲，迄种信仰的真实，甲信仰真正实践伫生活当中的迄种感觉。伫中心团体会当去接纳阮心中的软弱，还佫有怀疑，
有诶时阵会感觉，信用，自细汉感觉信用卡是一种足自然，足敢若逐礼拜就爱来教会。啊，毋过当阮转去到学校，当阮进入社会诶时阵，就感觉即个信用毋知要安怎实践伫咱诶生活当中。有时阵嘛有足侪怀疑。毋过伫中心团契诶时阵，迄个时阵我诶辅导，就鼓励阮去勇敢诶去怀疑，勇敢诶去问，勇敢诶去讨论。因为只有当咱家己真实放伫咧一个信用诶团契内底，咱真实去面对咱心中诶迄种怀疑，还是无确定诶时阵，伫迄个时阵，咱才真正有法度甲上帝，跟上帝对话，信心会当真正入来到咱诶心中。所以伫我陪伴朋友即摆诶团契诶时阵，我嘛用即款诶精神去甲我即摆学生讲，渐渐诶，我发现伫查经诶过程当中，学生哪来哪热烈，哪来哪会当去分享因诶想法，嘛愿意去问更较侪问题。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团契足侪活动拢改做线顶的聚会，所以足侪本来排定的活动无法度顺利来进行。顶个月有一个团契就甲讲，嘉平哥，无咱拢来查金好。即款话听伫一个学生的辅导心内真正是足感动的。我一定确信。上帝话本身就有气力，阮只要互学生介意来查经，上帝话就会慢慢来改变因的生命，慢慢互因的信用、互因的生活、互因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一个成长。有一届伫查经的聚会了后，有一个学生甲大家分享，伊讲。伫即几礼拜，大概伫咧读经，伫咧分享，伫咧大家做伙思考信仰的时阵，伊下一个决定，伊讲伊真正想清楚啊，基督的信仰要真做伊一世人的信仰，所以伊决定要转去到伊教会来领受洗礼。甚至有一摆，有一个学生甲我分享讲，伊。最近伫咧想，伊想要去试看卖，伫毕业了后要去读啥？问我讲，伊感觉伊敢有适合？即种话对阮来讲是一种上大的感动、上大的肯定。即学期是我伫咧大同团契上尾后一个学期，最近我。定伫咧回想我伫咧大专团契即三档歌，大概想起遮个故事，我就感觉我到底是啥物款的人？上帝哪会对我遮好？上帝哪会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来陪伴，搁真实看到遮个学生，伊生命的改变，伊做了遮足重要的决定，看到。今仔日牧师的讲题是甲性性有关的。我想讲，但毋是性情伫内底做工，一个人是无法度真正改变，一个人是无法度真正成长。讲，我决定耶稣基督的信仰要做我一世人的信仰。伫即个请安甲报告内底，对我来讲，我想讲，除了报告了后。我心中是有搁较侪感谢，是因为有各教会的支持，大专团契才会当安尼来陪伴大家学生。咱会当伫遮一摆一摆的聚会当中，看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甲改变，结出真水、真侪果子。我确信这是
全部教会，若是大专团体尔，是全部教会共同来拍片，共同来结出的规矩。伫大个组个内底有今年的大专的学训，内底有介绍一寡大专的事工，若是伫线顶的兄弟，嘛会当伫网络内底来找到大专的网站。那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足侪活动无法度实体进行，所以今年大专的事工的方向，更较侪是诚侪查囡是工作是读册，到有一寡无同款的课程，希望伫即个无法度举办大型的活动的时阵，嘛会当互学生伫即个时阵，有更较侪性命，阁有信用的成长。有一个足特别的事工，想要甲大家分享是，今年台北大专有一个台语的白话字班，希望通过学习白话字，会当帮助遮个学生，会当更较来入班咱长老教会一种重要的文化，伫大概咱来读圣经、唱圣诗的时阵，咱会当搁较清楚，也是搁较知影，遮个字要安怎念，遮个词代表啥物款的意义。所以今仔日我嘛来试看卖，就是来努力用全台语来甲大家请安甲报告希望大家还阁会当听我的台语，我嘛鼓励学习安尼。最后伫今年台北大专有较侪的人事的变动，阮有3位的工作者伫今年来任期到了，我们要来会离开大专，嘛有新的辅导来加入大专。伫每一摆的变动当中，阮嘛相信，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毋过嘛有足侪代志需要大家来做伙来关心甲带动。大家今仔日有摕到学训，内底有足侪阮团体的聚会的所在、聚会的时间，就邀请大家，若是今仔日咧困进前，希望大家会当将即份学训来小可来看一下，为着一个你所有感动的团体来为着因来祈祷，希望伫新的团体，学生会当较紧来适应新的辅导，伫疫情的期间，嘛，互大家每一个团体会当有继续的聚会，学生的信用嘛会当继续来建立。佫有一项代志是，即摆已经是6月啊，佫2-3个月，佫有一批新的高中生要来要诚侪大学生。若大家厝内有囡仔要真正要准备要来诚侪大学生，也是有知影出去头尾的囡仔，还是有知影有学生要入来大专。请甲学生的名单、甲学生的联络方式来介绍到大专，因为对阮来讲，阮若是有当加一个名单，就是加一个机会，会当将即个保险经济来进伫咧即个学生的心内，阮着加一个机会，会当讲看到遮个性命的转变。邀请大家真正通过带导，通过奉献。通过介绍来做伙诚侪大家，来做伙诚侪大专的同伴，互咱做伙来跑走即个信用菩萨的道路，诚侪学生囡仔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感谢。好，咱感谢北区大专中心即个兄弟来甲咱来中间，好，即时就咱先来报告，先来报告。报告，唐岗曙光，温州书会姚玉君执事、苏婷、蔡玉婷姐妹、焦呆、苏贤、周倩茹、陈玉芳姐妹、
会前领唱叶恩群姐妹，献诗圣歌队，音控李瑞达弟兄。下周6月12号，诗会林祥山执事，诗琴林志玲同学，招待诗献苏云云、陈丽华姐妹，献花汉慧清姐妹，会前领唱叶恩群姐妹，献诗圣歌队，音控林庆光。本会消息，对疫情继续升温，确诊人数上升，拜登的聚会有小可做调整。主力开发与礼拜维持实体聚会，加强线上的直播。主力以及成人主日学即暂停，一直到6月12号。第二，周间的聚会由各小组以及团体尽做聚会方式，但小会建议是采纳用线上的聚会方式。第三，若是有抗疫居隔者，请通知牧师，可能让拜登来使关心着你。若是居隔伫厝的是无任何不舒服的所在，还是有紧急代志要处理，请通知教会，互教会会使帮你处理。第二点，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会中举行庆餐。第三，今仔日也是北区大专施工纪念主日，用蔡同学呢代表来前阮来大家来请安，也请大家来继续支持大专施工的服事推动。第四，下晡1点调开定期的研究会，请相关同工举办新参加。今仔日是少年团体会长第4来参加。第5，后主任邀请郑鸿辉牧师前来讲道。第8是阮的是今仔日报案。第6，本会又定定伫下晡5点做全园区的消毒。5点以后呢，也请咱的兄弟回应用爱伫来拜堂啊。第7，本会协会定伫6月19号拜日下晡2点主办名人讲座，林兆成老师的诗歌见证分享，也欢迎咱有兴趣的游泳兄弟做伙来参加。第8，本会少年团体以种子小组伫7月9号拜六按时8点，邀请职篮选手毛家恩弟兄来，甲少年来分享伊的篮球教学。若是有兴趣的，也鼓励家长的囡仔来参加，会使向何师娘以及曾宇璇执事来报名。第9，疫情的关系，就定上课时间8点到下晡5点，也请咱兄弟来配合拜登的大门就朝前林口路89号，要处理方便幼稚园来管制。第10，幸福小组Open 幸福小组时间是拜一早起10点到11点半，采取线上聚会方式。葡萄树幸福小组时间是拜二下晡2点到4点，也请大家继续为幸福小组的施工来关怀台岛。11点，后礼拜2家长成长班邀请于海山机会来见证分享，邀请兄弟一同来上线来线上听见证。有兴趣的会使洽谈各小组的那个Google Meet的账号。新的一期的成长班预计于9月下旬开始，然后完参加的继续向叶丽丽姐妹来报名。12，平安基金会定伫7月16号到17号这2天，伫本会举办志工基础及进阶特殊教育认证训练，邀请兄弟呢有兴趣的也使来报名参加。报名费是100块，伫公布栏登记。好，今仔我来补充吼，真紧咱看第7点，就是咱的协会伫6月19号，就是后礼拜要举办名人讲座吼，邀请这个有名林兆成老师来甲咱来共讲吼。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吼，这是一个香港的电视台甲因拍摄记录，咱先看一个因的
小团见证哦。今仔咱看上集哦，后礼拜咱看下集。医生就开始怀疑他很可能是有发展上迟缓的问题。你讲野因啊，野因啊来告诉。差不多将近1岁的时候，就医生也肯定证实，他跟姐姐一样是发展迟缓的小孩。身為智障兒童嘅家長，林兆晴夫婦好清楚個中嘅困難，所以佢哋喺台灣創辦咗一個志願機構，專門服務同佢哋有同樣遭遇嘅家長。我們在2003年，我們也創立了一個天使性家族，完全扶持同樣這個孩子的父母。那這些父母到今2005年，有200多個家庭，100-200位志工、義工。林兆晴夫婦兩位都係音樂嘅專才，新婚冇幾耐，佢哋就計劃到外國升學，但係因為太太為孕，進修嘅計劃需要延後。孩子她長得很漂亮，但是不怎麼哭，不怎麼鬧，就是一般小孩子都肚子餓會哭啊什麼，很少。是女兒，就醫生就開始懷疑她可能是有發展上遲緩的問題。在5個多月的時候，發現他發展上面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投入心力到他的復健的事情，所以我們的人生目標就開始調整方向。那每一個婦產科醫生都告訴我，第2個孩子呢，從他的腦部的構造非常的正常。他誕生之後，其實也沒有辦法一下子看出一個問題，因為她也是很可愛、漂亮，也是女生後來就差不多將近1歲的時候，就醫生也肯定證實，他跟姐姐一樣是發展遲緩的小孩。但是當有了第2個孩子又是這樣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自尊心就受到很大的一個打擊。其實我相信我的朋友們，他們沒有嫌棄我的孩子，可是自己會覺得很難過，因為別人有他的小孩啊，我們一起出去用餐的時候，會看見別人的孩子會嬉笑啊，會玩啊，可是我的孩子什麼都不會。我曾經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沒有抱過我兒女，就不想抱，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想抱。那97年有一個認識的朋友，他們介紹我夫婦會通靈的，說我應該要改變，要把音樂的事業停掉，因為這樣跟孩子相克。你趕快換別的行業，然後去投資別人，你孩子會好得很快，2-3個月會走路哇，這個我沒有辦法說不說不，可能機會就沒了。但是接受之後，卻踏入一個死胡同，錢有去沒有回，孩子沒有變。才半年，我那一天算一算，差不多損失包括付掉100萬加幣。到最後我發覺這個應該可能是騙人，或是什麼，已經來不及了。咱先看看先吼，咱先看看先。这个林兆成兄弟吼，老師吼，伊是音樂老師，甲因太太。發生這樣代志，我相信真濟人甚至包括咱兄弟姊妹會懷疑交伊講為什麼安尼？6月19號，伊要來甲咱來中間，咱邀請兄弟姊妹，咱攏來參加。嘛，互咱的小組是講咱的親戚朋友，咱邀請伊來聽這個林老師伊的見證，關注來幫咱這個最重要的一點咱來繼續。咱看關懷內底啦，咱關懷內底的部分，咱繼續就為着咱這個祈禱小組福音祈禱小組來祈禱，做來保守為着咱的邀請的文人講座疫情這咱較近的這兄弟姊妹身軀的學員咱兄弟姊妹靈命成長教會的事工繼續，咱為着咱的傳道文鄉傳道來祈禱即馬佇慈園的中間嘛感謝兄弟姊妹關心甲帶導，咱繼續為伊來祈禱佇厝內面調養的這兄弟姊妹無需就無佫簽名咱而且來看，特別為伊來祈禱關懷，注意的嘛是
哦，这拢长期伫住院的部分，拢是较长期，安养中心的所在吼。第五点有我出的，遮姊妹各位林也是一个啦。好，来，安尼以上来报告。咱黄种人弟兄呢，也查某囝伫咱拜堂古板婚礼吼，伊甲恁有拿那个饼大饼来大家分享伊的快乐。啊，众人兄弟敢有来？有伫遐，咱搁一边拍鼓啊，来恭喜，完做事吼。安尼，本周金句吼是《使徒行传》里经记载，《使徒行传》里经记载，咱做伙来读一块土。东西信息传话，将有举动满面靠靠，叫信息收集清楚以后。这是内面信息510首，510首，无罗上帝至愿至尊，请彼里面转首。姊妹三甲弟弟，对这事伊甲应世代无尽，美。